农业部专案进口技能争议嘅团式，外界质疑讲农业部补助中央特产花，也毋过特产花几啊届进口冷冻嘅两节，拢无依政府采购法公开招标。早起伫立法院，国民党嘅立委嘛质疑特产花违法，也毋过审计部是认为讲其中各有一寡问题爱调查好清楚，立委嘛质疑审计部包庇。 进口技能前期小白刷，国民党立委一期特产花2021到2023有5笔进口冷冻液能的资料，煞无经过政府公开招标定数，跳过政府采购法，或者伫财政委员会，国民党立委赖士宝追问审计长陈水扁到底敢有违法的？陈水扁表示有前期需要开3个月时间来厘清，这是存有争议。 因为不明确，因为它是蛋液，有争议，什么争议？因为它蛋液是不是新鲜的食品，蛮复杂的，我们要一段时间。多长嘛？你告诉我多长？我们1个礼拜够吗？3个月。怎么搞这么久？这个叫包庇。审计部指出，政府采购法第4条规定，接受机关补助金额占采购金额半数以上，而且金额伫公告金额以上适用本法的规定。不过第7条又搁甲生鲜农渔产品排除，冷冻液能敢有算是生鲜农渔产品，爱回归主管机关共定会说明有伊的复杂度，才爱开3个月。特产花今年才专案进口，猪肉嘛引发争议，红一期6月才公告奖励，但奖励煞会当回溯到5月。 所以奖励是6月2号以后才奖励，5月到9月进口是可以，但是释出是在6月以后。面对这期特产会强调，冷冻液能是由自有的资金来处理，无适用政府采购法。专案进口技能毋那是无乌想的作业，其中冷冻液能定占进口技能的2.8%，无理由为着液能来规避采购法。记者林俊梅单昌伟台北报道。